洪景义，哎，顶下去比赛冠军，毋是送一台车，这台车咧，咱无看你咧赛。卖掉啊！卖掉啊！啊，啥要卖掉？我没有钱。啊，你要钱创啊？做专辑啊，那时候比赛时拢甲大家讲过啊，我要做专辑啊。我就叫你放车，你放车就免甲车卖掉啊。我是想要甲阮大哥，咱大家做伙共同努力，这我较舒服啊。但是做专辑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要紧啊，咱虽然无钱哦，也毋过咱有 FlyMV。现在麻烦各位马上上 FlyMV 募资平台，搜寻 Aquaman 首张最新专辑募资企划，帮我们多多的购买支持我们，谢谢大家。过要去的空表面的冷淡伫每日每暗，风光少年兄。